呢間珠寶金行屹立喺連勝馬路已經超過40年，第二代嘅接棒人係 Joseph 同埋阿 Tom， 兩兄弟親自上陣，面對上一代人打落嚟嘅江山，喺佢哋接手之後，兩個點樣傳承，點樣求變之中尋找平衡，創建一個屬於佢哋嘅黃金時代呢？2018年嘅時候啦，咁其實我就偶然間同爹哋傾偈啦，咁佢就講咗一啲關於鋪頭嘅話題嘅，咁就佢有啲擔心，譬如鋪頭啲伙計或者啲老員工個年紀就比較老，即係差唔多退休啦。咁依間鋪頭又經營咗30幾年，咁佢就諗緊可以有冇方法或者係點樣可以繼續經營落去啦。咁我都覺得其實澳門街鋪頭做到30幾年都係比較難得嘅。咁我又出邊有做過嘢，覺得我自己工作經驗應該係可以幫到爹哋解決佢呢個問題。咁我就於是辭職就翻嚟鋪頭幫手啦。其實係一個相似嘅路徑嚟嘅，因為我喺出邊咧，我本身係做 sales 啦咁突然間有一日，我望住我老豆，我見到佢即係成頭白髮嘅時候，我會覺得，喂，其實佢都為咗我哋努力咗咁耐啦。然後佢突然間我哋接手嗰輪咧，佢成日講關於鋪頭嘅嘢，講將來嘅嘢。咁但係我知道即係體力上佢又開始越嚟越下降嘅時候。咁我開始慢慢就萌生咗呢一個翻嚟嘅念頭。聽佢哋兩兄弟講，金行喺未裝修之前，只有現時目測嘅範圍大概一半咁大。以前鋪頭嘅另外一個通往二字街嗰一邊嘅位置，係媽媽開設嘅童裝鋪。佢哋兩兄弟細個嘅時候，好中意喺呢兩間鋪頭入邊走嚟走去。並且喺呢度留低咗好多珍貴嘅童年回憶。如果最有回憶嘅話，咁其實都係每逢初15啦，咁澳門老店個傳統就係老闆會請伙計食嘢嘅。咁其實食咩飲咩都得嘅。咁我同我阿哥咧就會特登走過嚟，咁就可以汽水飲啦，食咩都得嘅。咁呢個就一個好開心，即係好似一家人咁樣咯。同埋佢哋食飯嘅時候咧係興拉條線去封住個門口，即係就閒人免進，即係食緊飯嘅咁樣咯，咁嘅意思。如果以前嘅鋪頭咧就冇而家咁大嘅，因為其實好耐之前啦，呢度係打通咗，但係我阿爺嗰個年代又將佢斬開咗一半嘅，咁所以以前嘅和生係非常之精緻迷你啦。你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咧，前期其實係我媽咪經營嘅一個童裝店嚟嘅，前面外街就係賣首飾啦，咁內街就係賣童裝。咁即逢我媽咪又退休啦，我哋又接受咗呢個生意啦，咁就2019年嘅時候。裝修嘅時候就重新將佢打通咗，就變成而家見到嘅和生珠寶啦。家族企業想要永續經營，接棒係必經傳承之路。陳生面對下一代翻嚟接手珠寶金行，佢自己又點睇呢？即係始終係有人翻嚟，即係接手當我哋即係心血啦嚇，幾十年嘅心血喺度都肯翻嚟做，都幾開心嘅。我都好少落嚟。我通常都而家都喺屋企㗎啦，即係除非間唔中落嚟睇下，或者有啲文件簽下咁樣咯。係啊，即係覺得佢哋都屋企啦，表現都幾好嘅。因為始終我哋年紀大，身體又唔係咁好啊，咁都要俾佢哋下一代啊，佢哋試下咯咁樣。常言道，一代人有一代人嘅想法。兩兄弟諗翻啱啱翻嚟幫手嘅時候，原來都同爸爸喺經營嘅理念上擦出過唔少火花。同爸爸之間嘅溝通開頭就係勢成水火，好激烈嘅。咁因為咧，其實有一個新嘅公司嘅 logo 出嚟嘅，都係有少少先斬後奏啦。咁我係同個設計師傾好完，設計完個 logo，咁就再同我爹哋講話，其實我哋公司個 logo 就應該就會換成呢個樣㗎啦。咁樣開頭爹哋就係非常之抗拒呢樣嘢，因為佢覺得可能個公司 logo 用咗幾十年都係咁，就唔需要變。但我就覺得其實而家澳門老店嘅個 logo 其實都係差唔多，咁我就即係執意要去改呢樣嘢啦。咁其實有一次可能食飯嘅時候係傾到係拍晒台咁樣，直頭即係交都嘈過好多次喎。不過最後都係因為始終都係一家人咁啊。即係過咗氣就算數咯，即係始終都係為公司嘅發展嚟嘈嘅啫，都係冇乜嘢嘅。因為嗰啲長輩睇住我哋大，佢哋會覺得你係小朋友，就算我30幾歲都好，佢都會覺得我一個30幾歲嘅小朋友。咁但係好彩有我細佬已經喺前面做咗先鋒，咁所以好多時我細佬做完講完，咁再到我嘅時候，咁我阻力相對地就會細啲。
第二代珠寶金行接棒人 Joseph 同埋阿 Tom 為咗老字號重塑品牌，注入新嘅生命力。喺另一邊廂，佢哋兩個憑住接手家族嘅傳統珠寶金行生意嘅經驗，留意到行業產品嘅類別款式比較單一，因而萌生咗打造另一家專賣日本輕珠寶嘅首飾店。其實爸爸開頭嘅時候咧係有啲擔心嘅，因為傳統嘅金鋪啦，佢講緊所有都係好穩定，甚至乎生意額利潤基本上可以年年都係差唔多。咁所以佢係會有一個問題就係，喂，你突然之間有一個新嘅線出嚟，市場係冇嘅，咁你會唔會經營得好艱難呢？咁所以我哋慢慢咧做咗2年之後咧，就決定咗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就做一個嘗試咁咯。即係咁呢幾年佢哋都做得 OK 啦，即係要不斷咁樣發展啊咁樣咯。即係我哋老一輩做生意嘅手法咧，都係比較舊啲嘅，即係始終係穩扎穩打啲，即係唔想話咁冒險啊！我哋嗰啲係因為我哋都係一步一步捱上嚟㗎嘛，即係起初做嘅資金都係好少咁，先至捱到今日咁樣，就唔同咗咯。而家變咗佢哋有個基礎就可以即係謀求更大嘅發展。我哋差唔多做咗50年生意，本身我阿爺係賣紙療嘅，喺呢度附近。咁紙療即係以前嗰啲雜貨鋪嘅香燭啊，有拜神嘅嘢啦。咁到我爸爸接手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已經做咗超過30年。咁到我哋依家嘅時候，到建立咗一個好深厚嘅感情，同呢度所有街坊嘅人，佢哋就算唔得閒都好啦，都會盡量嚟蒲一蒲頭啊咁樣嘅。即係呢個係令到我哋想繼續做落去，就係大家有一個好深厚嘅感情，已經係除咗生意之外嘅嘢。當然生意都係一個維持嘅要素，但係亦都同時地我哋建立咗好多好好嘅友誼。基於即係好多時呢啲嘢之後咧，我哋其實就算開分店都好，我都會開翻呢度附近，就係因為嗰種情意結啊，高士德嘅情意結。金飾對於接收或者係送贈嘅人嚟講，佢哋嘅意義唔單止只係一份禮物咁簡單，係代表住一種人生嘅階段。我哋期望呢一間傳統嘅金鋪喺第二代人嘅接棒之下，繼續見證每一個家庭嘅美滿幸福。喺呢度老鋪都唔計話和生40年，我哋喺紅街市都超過60年以上。係啊，我喺呢度長大㗎嘛，所以變咗喺呢區感情好深嘅，所以都希望啲兩個仔都繼續喺度延續落去咯。細味過去，回到這街區，舊事物記載，讓愛伴隨，已習慣共對，讓陪伴似流水。每次我在説笑，仍有你嘉許，連密雲佔據，甜言安睡，心與心拋卻顧慮，在歲月裏同居。平淡我有你被憐愛，每段記憶滿載，記錄這生所愛，但願長久別醒來。平凡裏跟你走過無盡思念，從情侶走進街路還未變，習慣纏綿我臂來，今生有我在，及時談將來。談情永不老，跟你回味燦爛，人情裏覆蓋在每個夜晚，是你令了我快樂，只因
笑仍有你嘉許，秘密雲佔據，甜甜安睡，心與心跑卻顧慮，在歲月裏同居，走過極浪漫年代，再平淡我有你被憐愛。每段記憶滿載，記錄這生所愛，但願長久別醒來。平凡裏跟你走過無盡思念，從情侶走進街路還未變，習慣纏綿我臂來，今生有我在，及時談將來，談情永不老，跟你回味燦爛，人情裏覆蓋在每個夜晚，是你令了我快樂，只因你快樂，讓明年共同出走已過。故事編寫那份愛，你麗結局在流傳心內，誰閒言高呼錯愛，唯有我與你共遍世界未可再來。從前每一句親切甜蜜說話，如能再擁抱跟你還未晚，又再同遊每角落，可跟你作樂。